来继续来看南投埔里的脚下无族扩大来举办着年祭的活动，嘛甲外地青年总考倒来，要甲文化传承发扬。埔里镇脚下无族今年伫咧古坑社区扩大举办四种联合年祭，邀请四种族群做伙参加，希望优化族群的情感。我们也开始进行一些民族认定的程序哈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希望说，能够更进一步了解他们族群文化的现况。伫咧这边的过年祭典活动内底，除了四种族群做伙准备真侪工课，网络嘛招愈外少年族群同齐加入。来学伫咧年祭会当准备什么，深刷达到文化传承的步调。除了共襄盛举之外，凝聚大家的向心力啊，也希望能够做到这个传承文化。今年过年祭典活动内底，除了四种族群，希望实现正面的活动，毛细结合天雅、布农和少族来遮斗学演，展现大埔里地区多元文化风貌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